资料公开的时代，咱最近应该对地动甲空气污染真有感觉。毋过，咱敢有详细去了解？若无了解咱四颗链长的环境，是要安怎来去改善走向可能的危机呢？资料公开是要互更较侪人知影咱即块土地的现状，才通知影安怎甲保守。亲像地动的议题，咱就爱知影台湾有78%是悬山、断层济，佮加上长期抽地下水，造成土地陷落。佮亲像若有风台，造成淹水；大雨造成水崩山，还是发生核灾的时，人民所开范围伫倒位等等的地理资讯。其实，伫政府的国家灾害防救中心，至少已经拢上网络，互民众参考。是讲有偌济民众来注意，目前的资讯敢有够？还是到灾难发生的时，咱才会开始思考。若事先知影什么所在有断层，是安怎要伫遐起大楼？咱敢会买厝伫遐？政府哪会无动作呢？这凡事是咱民众爱较主动，要求政府资料公开、通光，互咱来看现现。民众有权利知影这个资讯。佮讲到空气污染，咱即马要出门，不时就爱先看手机啊 App。看即区若举红旗，就尽量莫出外，较袂影响健康。总是毋是通人拢会当秘伫办公室咧做事。以目前气象局甲地方监测的空气资料，绝对有法度判断污染是本土还是外口来的。甚至有人甲这个污染来源摕来甲着岩的人口分布做比较统计，甲因的关系找出来。这嘛是目前网络社会的好处。政府做无到的，民间通接手，互更较侪人知影，吸引更较侪人来重视，互政府有压力，爱期限来改善。以上的例是要讲一件代志。咱就爱用较科学的认证说服民众，减少执政者甲民众知识的争吵。爱利用现代的工具甲思维，面对现出时社会的问题，则要互人查无重点。目前有侪侪社会问题，拢通用数位资料的统计分析、制作图表的方式来沟通。公开的程度嘛爱进一步来推广，教育民众安怎面对未来可能的灾害，甚至是228转型正义、国民党党产的议题。上重要的是，咱爱去行动改善，互咱的社会更较安全、健康甲民主。